沙特当局已停止将4名维吾尔难民引渡到中国，其中包括1名13岁的少女。人权组织表示，沙特当局原计划于4月13日星期三从里亚德飞往广州的航班将4名维吾尔人送往中国。针对4名维吾尔人到沙特阿拉伯的买家朝圣，却遭到逮捕并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国际特赦组织表示，鉴于这些维吾尔人如果被遣返，等待他们的将是被关集中营、酷刑的命运。这4名人质已被暂停返回中国，但仍处于危险之中。被指控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中共政府，正以各种借口加大内里汉族商人在东都决散设立的巨大纺织工业区投资。有报告指出，这些设施里有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遭强制劳动。据了解，与维吾尔奴工相关的不同工业区已成为国内投资的重点。乌克兰战争使中国通往欧洲的铁路线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它的大部分线路都经过俄罗斯，还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命运提出了严重质疑。该倡议旨在数十个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专家表示，即使在战争短时间内结束，北京或吉普也没有兴趣继续在乌克兰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鲁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内政部长乌兰尼亚茨别科夫。据报道，索伊鲁表示，土耳其和吉尔吉斯斯坦将继续在反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领域开展合作，并补充说，现在是两国共享情报和信息的好时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副主任伊霍尔·佐科夫娃在当地时间周日晚间表示，乌克兰已经完成了一份申请加入欧盟候选国的调查问卷，这将成为乌方寻求加速入盟的第一步。4月8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吉普期间，向泽连斯基提交了这份调查问卷，承诺在乌俄战争之后将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8日与瑞典联邦主席兼外长卡西斯在官邸举行会谈，一致同意继续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措施，以阻止其进攻乌克兰。对于大量平民牺牲，双方就有必要严厉追究俄罗斯的责任，达成共识。数字权利组织光明实验室表示，该组织已经警告英国官员称，英国政府内部网络或遭到入侵，可能感染了以色列的间谍软件。该组织认为，针对首相办公室的攻击行为或有购买了以色列 NSO 公司相关软件的阿联酋方面实施。该公司一位发言人回应称，这些指控都是虚假的。